又去隔壁老王借油啊？啊？不用借，有借没还的？还没问过不先拿問自取是為成日借夾你老王油啊，豉油，又有油豉油，咩啊？不問自取啊！嗰時啊，呢個三件套，三件套，蒸咯，哎呀，同埋啲魚乾蒸咯，肉同魚乾一齊蒸得唔得？得啊，你中意啦，個瘦肉熟，食得算啦，啲豬潤都熟到過籠冇喎。鹽冇油，反正食得算啦。啊嗱，有糖，有鹽，又有喺不文自取攞嚟啲豉油油，夠啦。屌你喺成日借油。今天呢，買了點菜，帶點啤酒，來麥老家裡面搞兩杯。很久沒來這裡了，媽過生氣了，應該很久沒包飯了嘛。買菜過來給他，沒有鹽，沒有油，老是去隔壁老王借油，這了嘛？還是有借沒還那種啊。冰室裡都存貨，都是老古董啊，放很多年了啦。哎，单身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啦，都是比较乱的，正常的。差了，家裡面條件太差了。不是条件差，是没有个女人，其實没有个女人不像个渣。對啊，以前叫做乜啊？叫做咩啊？安人，補個頭捉個女，個安啊嘛，安家個安啦，安全個安啊。安家立業啊，唉冇咗女人冇成家噶啦。熟晒，一鑊菜，差什麼？差點紅喎。我知道你什麼小辣椒在哪裡啊？老說你手辣椒早就跑炸人啦，手辣椒啊，還等你啊。加點醬油，有。媽，這個油是隔壁老王借的，偷。不是偷借。有問過他嗎？借，你是你鄰居嗎？誰當你鄰居倒霉啊？他媽老是借油不還的。啊，說啊說說，蝦餃蒸魚、蒸枝君、粉腸、瘦肉，仲有鹹魚。鹹魚係兩種啊。仲唔熟？哦，你冇水啊，仲話唔熟。想食都唔怕你係嘛？唔怕死。我話你啊，真係。放多少啊？啊，這個雞蛋蒸殺人。炒滑蛋殺人。你這個鹽有沒有過時啦？什麼年代的啦鹽啊？啊？有沒有過時啊？鹽年的有過時嗎？鹽呢就不怕，10年前的鹽都沒事。哇，有醬油。你睇又放豉油，又放油，你撈鑊煎啊！雞蛋煎殺人。啊，弄啊弄啊弄啊！關火，關火，馬上關火。靚啊呢樣嘢啊！雞蛋煎蝦仁啊！夠晒火嚟。燶啦，燶底啦，放唔多油啊！有閪油啊，冇乜油啊！要唔要搞點椒沙出啊？煎蛋搞椒怎麼搞？那個鮮味嘛。那搞吧。啊！哎呀，翻嚟。這練出嚟嘅，熟啦啦。喝。啊！開喝啦！就這麼喝，就這麼喝了。今天呢，喝這個42度老土炮算了，牛大力不喝了。今天，哎，你大瓶的牛大力都沒帶過來，喝老土炮可以了。太重了。有沒有酒喝啊？帶了什麼酒過來啊？老土炮，搞起！牛大力不帶啊？天天喝牛大力，他媽喝也沒有女朋友，喝什麼用？喝了沒地方消化啊。我就想大力的走路的嘛，走路要大力的。是啊，一個男人呢，沒有個女人，確實不像個渣。到處亂七八糟，是不是？飲啊！純釀米酒，哇，這杯夠大個杯啊！哪裡啊？
你搬煎這個杯啊？啊，有沒有三兩啊？搬煎啊！三兩杯。你今天過來有什麼想聊啊？為了嘗一下我的廚藝啊，我馬馬虎虎哦，我很差勁哦，做菜。你的廚藝還用查嗎？煮熟嚟食就算數啦。食得先啦，唔死人先，唉，求其啊。反正吃不死啊，吃不快啊。哎呀，試下那個魚乾。這個沙餃啊，亂餃啦。蝦餃啊嘛，沙餃。對啊，得，試下沙餃，亂餃，還可以喎。沙餃的味道，還可以啊。哎，拎出嚟啊，飲啊！試試啲雞蛋煎蝦公。滑炒蛋啊！鬧啊！係喎，早啲兜蒸鬧啦。人哋要蒸唔係炒啊，好滑色喎。唔老了。沒有我們那麼老啊。我們老了，以為是真的是18歲啊，卜卜脆啊！這個嫩哦，這個爽歪歪，這個，嚟早晨飲。咩早晨啊？而家晚飯啦。早晨啊！哦，你食完嘢先講，唔係頭先我咁食完嘢咁都講唔清楚，點唔明你㗎？你一日3餐4餐咁飲，咪早晨咩叫早晨啊？正宗嘅早晨啊，順德早晨嚟嘅。一日4餐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、宵夜。我成日都冇得食，冇得飲啊！你唔過嚟，我好可憐啊！你唔知。你閪佬真係有食有飲，唔叫我啦，冇叫兄弟啦，係咪？唔係喎，我有香樂食，打成叫你過嚟喎。你好少有好嘢食叫我啦。發晒朋友圈，發晒微信俾你，你一黃鳩鳩扮唔知咁，唉！我話半鐘頭先回覆有閪用啊，要馬上回覆啊！你知唔知咩叫笨柒？咩叫戇鳩啊？戇鳩咩意思？笨柒咩意思？知唔知啊？戇鳩嘅意思話有又唔識使，笨柒點講啊？唔知點解釋呢句話。戇鳩係想用，及唔起身就戇鳩咯。笨柒啊，有俾你使，你又唔識使，你叫笨柒咯。有得食都唔識食啊，笨柒啊！個越南話點講啊？喂，1、2、3、4、5。你問大仙啦，沒閪爆嘅嘢，沒閪爆啊！唉，沒閪爆，飲。真係好笑啊！你過年幾日幾個事？幾期？沒閪白波輪。1、2、3、4、5。啱咪咯，你條件咁好，做咩問個女人成個價啊？係咪個越南婆2萬蚊錢一個嘅？去越南度揾老婆2萬蚊一個。哇，咁抵啊！係啊，2萬蚊啫嘛，上次我問。想啊，佢想過嚟啦。係真㗎，上次我問嗰個越南老闆，我問過佢有2萬蚊一個老婆。佢逼我梗係抵啦，我唔制㗎。哦，你又嫌唔起越南婆啊？啊？越南婆喎，你想越南妹係嘛？揾住。越南婆同越南妹冇嘢，我同你講，越南婆係嫁嗰人離過婚。屌你乜？大家斟杯，我飲，我大家斟杯啫喎，我飲得10隻手指都唔止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。係咯啊！你都話走神咯，邊個俾過你係嘛？你走神㗎嘛？飲啦，邊個就你係燒酒佬。燒酒佬咪走神，只不過係個名代名詞。乾晒佢。走神。屌你啦！順德走神。杯爛晒，都未飲。杯爛怕咩柒？有燒酒。我唔使睇住你飲唔飲晒，我都乾晒噶。
不愧是酒神啊，神德人稱酒神，跟酒神喝酒是有压力啊。爽啊！